突然間咧，好想食貓山王榴蓮啊！嘿，有冇人同我一樣係榴蓮控啊？今日同大家咧開翻個盲盒先啊！家陣馬來西亞啲貓山王究竟貴唔貴咧嚇？我哋去睇睇。嚟到水果店啦，有冇貓山王啊4斤7了，多少錢一斤啊？這138，600多。600多塊錢，好貴啊！買一個吧。還要解凍才能吃哦。哎，我問一下，這個榴蓮它能夠保多少房嗎？這個我沒有說要保多少房。嗱，買完呢一個貓山王榴蓮啦嚇，139蚊一斤，然之後咧呢度咧係637蚊，仲要唔保4房嘅喎，翻去睇下佢正唔正先啊！口水都流埋。好啦，解凍咗3個鐘頭啦，睇下佢先。哦，嗱，貓山王咧有個特點嘅，呢度咧就係一個五角星嚟嘅。嚟啦，各位。哎呀，晒，哦，正啊！哎，5房，各位開出咗5房肉啦。啊，不過呢度630幾蚊都有啲貴喎。不如咁咯，我帶你哋咧直接飛去馬來西亞，我哋直接喺樹上摘貓山王喎。走，話走就走，買好機票直飛馬來西亞，嚟到我哋榴蓮嘅源頭產地啦，梗係迫不及待要去試下啦。原來喺馬來西亞除咗貓山王，仲有好多品種嘅榴蓮啊！下一集同你講。